你有冇發現，無論點努力，人生總係卡住同一個關口。其實你手上一直有一張隱形嘅命運解碼器，韋特塔羅牌唔係迷信，而係一幅直達你潛意識能量地圖。塔羅嘅3個覺醒好處：第一，撕掉標籤，睇穿重複困境根源，唔再俾關係、事業、金錢模式綁架。第二，激活決策力，瞬間分辨邊條路係能量順流，告別選擇困難。第三，練成療癒體質，一個人嘅靜心儀式，同步清理你同埋你身邊人嘅負能量。與其繼續喺黑暗中估下，不如讓塔羅成為你內在 GPS 導航系統。現在留言破局，我會私送你3個塔羅信息自查表。點讚分享本貼解鎖能量共振圈，每10個分享抽1位免費解讀。我嘅高我為你預留咗222蚊能量交換通道，僅開放7個名額，深度解讀一條核心嘅問題，係會將隨宇宙波動嘅調整。錯過今次嘅共振，可能要等下一世輪迴。立即私信預約，讓海莉嘅光照見你嘅靈魂藍圖。我是你的光，海莉剛剛好療癒你，祝福大家，我愛大家。